喂，咁呢個係第8課，先講教呢個係關於共價鏈啊。咁其實咩叫 bonding 你哋知㗎嘛？bonding 即係話啲 atom 之間佢哋產生少少嘅力，連帶嘅力就叫 bond， 你就咁理解得㗎啦。咁咧呢度唯一要學係咩？係畫。舉個例，鹽同學 H 有幾多粒啊？最外面一粒，一粒實在太唔穩陣。我哋知道啊嘛，最基本應該出邊係要8粒，或者佢係第一圈啊嘛，第一圈最出邊係應該要有2粒。咁我點樣令到可以變佢有2粒啊？加多個 H， 跟住咧呢2個 H 共用，佢嘅1粒擺落嚟俾佢共用，佢嘅1粒擺落嚟俾佢共用，大家變咗各自都有2粒，2粒啦，大家就變得穩定啦。交完啦，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嘢，即係話喺呢度得啦，飛認呢個圖點畫得㗎啦。交叉有1粒，係咪？圓圈另一粒，大家共用，擺喺大家一齊 share 共用2粒，咁就變得穩定。所以佢呢個解釋係咩啊？點解 hydrogen 喺自然嘅時候，通常佢唔係一個 H 去出現嘅，通常係 H2 2個 H 去出現。好啦，而家佢哋係各自 share 一對啊，留意啊，呢啲叫一對啊，一對電子。如果 share 嘅一對電子，呢個叫做 bond pair of electrons。分享咗嘅叫呢對，見唔見到？分享咗係叫呢個名。咁佢另外舉多個例子喎，好簡單嘅啫。CL 本身佢嘅 number 係幾多啊？各同學數返，快啲，要記得㗎。CL 係幾多啊？17啊！係啦，17嘅話，即係佢最出邊係幾多粒？17嘅話，即係最出邊幾多粒啊？1粒。幾多粒啊？17嘅話，即係佢最出邊個圈係幾多粒啊？7粒啊！記住，喂，你點啊？發完懵未？哎呀，你話7，大聲啲，即係你記住第一圈2粒啊嘛。第一圈2粒，第二圈8粒啊嘛，所以200，咁咪17啊嘛，即係207，得唔得？最出邊係7粒，咁佢最出邊7粒係咪又係唔夠啊？所以佢就會揾多個 friend 一齊，2個 Cl， 將各自嗰1粒去攞埋人哋個多咗個粒，攞對方多咗個粒，咁樣夾埋。又變咗穩定啦，大家都有8粒啦，見唔見到？1、2、3、4、5、6、7、8，1、2、3、4、5、6、7、8，各自攞人1粒，得唔得？攞對方1粒，所以佢就係用呢個形態出現嘅。咁你留意咯，要記住啲名得㗎啦。好似呢個例子，佢共享一對，佢就叫做有1個 bond pair of electrons。得唔得？而佢彭同學有幾多對係冇 share 㗎？三對，各自有3對冇 share 啊嘛。
冇 share 嘅留意啊，冇分享嘅就叫做呢個名 lone pairs of electrons， 其實攞得㗎啦。嗰、個叫 bond pairs， 呢個叫 lone pairs， 明唔明？要考啦，即係話你畫翻個圖，記翻冇 share 嘅、冇分享嘅就叫 lone pair， 有分享嘅叫 bond pair， 就咁簡單。好啦，所以而留意啦，如果呢個 bond 佢係各自 share 一對嘅啫，就叫 single。share 兩對嘅咧，叫 double， 呢啲基本英文啦。share 三對嘅咧，叫 triple。好唔 OK？ 飛得㗎咯噃。好啦，呢度我就考你哋啦。我哋一齊做第二題。第二題問乜嘢啊？個同學，盡量講，唔緊要，唔緊要啊！你盡量話俾我聽講乜得㗎？唔係話你講真㗎？你講真，你讀一次啊！郭同學，你要識晒啲英文啊 ！compound 係化合物 ，form 係組成。when 知嘅話 ，react 咧反應 ，Y 呢個化合物點組成啊？就係、是、當 silicon 同埋fluorine 組成，而佢哋嘅 atomic number 即係咩啊？就係、是、你背嗰個表嘅 number。silicon 係14，呢個係9。請你分別畫出點啊？一粒 silicon 嗰個電子表同埋呢個嘅電子表。OK， 而家攞紙畫俾我，快啲。跟住咧，呢、這個嗱，你留意下，呢、這個係各自每一粒佢個表電子表。B 嗰個係畫咩啊？畫組合咗之後呢個啊，組合咗啦，又係 Y 呢個啦嘛 ，compound Y 組合咗呢個嘅電子表。第三題係咩啊？問你呢度總共有幾多 bond pairs？ 有幾多 pair？ 總共有幾多個 lone pairs？ 要個數字得唔得？而家做俾我，快啲。電子表就係呢啲啊，各自畫最出邊嗰個圈就得㗎啦。跟住一邊係用圓圈，一邊用交叉，得唔得？另外用交叉就得㗎啦。快手啊！一個14，一個9，冇分別，純粹即係等你組合，當佢哋擺埋一齊嘅時候，你分到邊個喺邊度攞出嚟咁解啫嘛，明唔明？所以你如果一粒你用咗圓圈，另外嗰邊就全部用交叉就得㗎。快手，畫完未啊？畫圖喎，喂，師傅畫呢啲圖喎。一個14，一個9喎，畫咁耐。嗯？最出邊嗰層得啦。幾好，但係留意呢個係錯啊，要咁樣，只可以畫最出邊啊嘛。係嘅。呢題而家一次我講啦，好快。咁啊，你係要首先要咁畫，第一個各自啊嘛。silicon 係14粒，14即係點啊？2、8係咪？4
所以最出邊係4粒啫。F 咧係9，即係27，所以最出邊係7粒。咁你諗咯喎，呢個佢7粒啊嘛，佢要變成幾多粒啊？應該8粒，咁即係佢要1粒係咪？要攞1粒。咁佢要攞1粒，呢度咧佢得4粒，佢攞多4粒，所以結論會點啊？1個配4個，明唔明？1個配4個，佢每一個 F 就攞佢嘅1粒。而對於 SI silicon 嚟講咧，每一個 silicon 亦都要攞每一個 F 攞1粒，所以要攞4個 F， 明唔明？呢個理解㗎嘛，係咪啊？你明啊嘛？佢要攞多1粒啊嘛，但係佢得4粒啊嘛，咁所以點啊？要配4個 F 咯。咁好啦，配4個 F， 你個圖就係咁畫咯喎。點配？中間重複嘅圓圈呢啲位就係大家分享個位。咁所以你對於 F 嚟講，你數啦，1、2、3、4、5、6、7、8，有8粒啦。對於 silicon 嚟講咧，1、2、3、4、5、6、7、8，亦都有8粒啦。所以大家就共享到啦，大家都穩定到啦。所以呢一個應該佢係咁樣嘅答案，呢個。好啦，第3條問題問佢每一種對於每一個嚟講分別有幾多個 bond pair、lone pair？ 對於 SI 嚟講分別有4個，佢冇考我講埋啊。single bond pair， 因為分別 share 1粒啊嘛，佢有4 pair single 嘅 bond pair， 但係佢有冇嘢剩啊？冇 lone pair 剩，全部分享晒。對於 F 嚟講咧，單獨睇 F， 佢就 share 咗1對啫，同樣1對 bond pair， 跟住有3對留俾自己嘅，所以3個 lone pairs。跟唔跟？跟到呢度明嗎？其實呢啲咧，我想講阿楊同學，你睇呢啲咧。你就冇辦法，你一定就要睇佢有幾多粒嘅，明唔明我講乜？你要自己用個腦諗噶啦。F 喎7喎，7即係我要每樣揾多1粒，我每個揾多1粒。咁我點解唔通咁樣畫？唔得噶嘛。佢咁你要睇翻呢邊啊嘛。F 揾多1粒好容易啫，咁樣畫出嚟咪揾多1粒咯，咪滿足咗 F 咯。但係對於 SI 嚟講咧，你仲有3粒點處置啊？佢攞埋你個粒都係5粒嘅啫喎。哦。SI 都要攞4粒，但係 F 只要攞1粒，咁所以我點啊？整4個 F 出嚟，每個 F 攞1粒，跟住 SI 咧喺每個 F 度攞1粒，攞4個，所以攞4粒，明唔明白？跟唔跟到？個腦就係咁諗嘅啫，唔係咁難嘅，我相信呢度。好啦，呢度係頭先嗰課啦，要記得點做啊！我專登做一次㗎，就係咁樣做一次啊！再提一提大家，做呢個好好啊！點畫圖一定要識考啊！再講多次，畫電子圖啊，淨係畫出邊㗎，冇人再畫入邊㗎啦。你哋已經去到第2個階段㗎啦，唔使再畫入邊㗎啦，畫最出邊嗰一行。第2係咩咧？畫2種，一定要一種係圓圈，一種係交叉，你先分到邊個打邊個，明唔明白？先分到我係點樣去分享啲電子嘅 ，OK 嘛？第3個就係、究竟呢啲 bond 點計 ？share 嘅分享嘅叫 bond pair， 分享嘅叫 bond pair， 冇分享嘅叫 lone pair。對於 SI 嚟講，佢全部分享晒 silicon 嚟講，所以佢冇 lone pairs。對於 F 嚟講咧，佢 share 咗，
佢咪佢留咗3對俾自己，冇用到嘅，就叫 lone pair 3對，有1對分享咗，呢度咧4對分享 ，O 唔 OK？ 下一課，咁啊8點1完㗎啦，我又覺得第8課易過第7，好啦，學校咁搞嘛嚇，你哋做過呢啲題目啊？冇 ，OK， 好。呢一度教咩咧？好簡單，純粹係話，留意啊，純粹係話，記唔記得我哋前面教嘅？嗱，留意啊，前面教呢個咩嘢？如果佢每一個共享入邊係一 pair 嘅，叫 single 啊嘛，單一啊嘛，係咪？你使唔使掀翻109頁？望翻呢度，好嘛？共享1粒嘅啫，每人攞1粒出嚟嘅啫，叫 single。你中文叫咩？單一。聽唔到？單件。如果每一個 share 2粒，每一個圈啊 share 2粒，叫雙件 double。每一個共同圈呢度分享3粒，叫3件 triple。見到嘛？好啦，好簡單喎。點解要記得呢個啊？所以如果係分享1粒嘅 ，CL 係分享1粒㗎嘛，用1條橫線。H 同 CL 係分 O 同 O 係分享2粒㗎嘛，用2條橫線代表。N 同 N 係分享3粒㗎嘛，一個圈入邊分享3粒啊嘛，用3條線代表，就係咁啫。好啦，而家呢度我哋教埋，所以你見到啦，佢哋會咁樣去顯示嘅。個波呢叫 ball and stick models 或 space filling models， 用佢去表示嘅，見唔見到？好似例子呢度，呢個圓圈紅色就代表 O， 呢個代表 H， 呢條線代表佢哋個 bond。好啦，各位，我而家想考你係，可唔可以幫我好快手畫一畫？咁呢個咧，呢個係點顯示啊？點用呢種圖去表示？快手，點用呢種圖表示？呢個 structure formula 點用呢種架構顯示呢個？好啦，所以答案係咩？好簡單啫，你啱㗎，就係咁樣咯，見唔見到？就係咁樣。咁點解得1條線啊？淨係 share 1對啫。得唔得？冇人會叫你畫個波，你放心啊！點啊？帶埋顏色筆，又埋顏色啊！嚴學你啊，真係你用個腦諗下啦！唔通考試就叫你各位啊，中三嘅同學帶入水彩啊，帶木顏色入去啊，油顏色啊！O 唔 OK？ 好。好，我哋睇下呢條例題啦。佢話有一個電子表 ，OK， 顯示呢個 acid， 哇，咁複雜。OK， 佢話佢係咩醋嘅主要成分喎？唔理佢啦。請你形容下喺呢一個 acid 入邊 CH 嘅 bond 係點形成？有時會咁考喎，要你用文字形容。CH 個 bond 點形成啊？分別係分享1 pair
電子喺 C 同 H 之間一 pair 嘛，一粒啊嘛，一 pair。好唔 OK？ 每一粒 H 俾一 pair， 就係咁啫。第二條，請問左邊呢粒 C， 左邊呢粒 carbon 呢粒 C 有幾多個 atoms 係有建立到 bond 嘅？右邊呢粒 C 有幾多個 atoms 係建立咗 bond 嘅？咁好明顯左邊係1、2、3、4，圍咗4個啊嘛，咪4個咯。右邊嘅 C 咧，圍咗一個 C 2個 O 嘛，3個啫嘛，答3咯，即係個弱智到咁喎啲問題。啊，仲弱智過攞顏色筆嚇。好，唔係咁數嘅咩？唔知，梗係唔會啦，即係唔係呢啲例題咧就擺明弱智嘅。但係我哋一定點解都要睇例題啊？各位同學，你都要知啲嘢係啦，你都大概知佢啲文字問乜嘢嘛？我梗係知會咁出嚟。你而家質疑我教，喂阿 Sir， 你做數學嗰啲例題做嚟做咩？唔會咁出嘅喎，梗係知啦。咁我唔使教文言文啦，我記得背嗰啲64嚟背嚟做咩？我係咁出過。好啦，邊一個係 double 嘅 ？double 係咩意思啊？入邊 share 咗2 pair， 所以即係呢一度係 share 咗2 pair， 呢嚿 C 同 O 之間呢度 share 咗2 pair 喺呢度，所以就話啦 ，between C 同埋 O。Oxygen， 跟住要你畫一次出嚟，見唔見到？睇下點畫嘛，見到啊嘛？跟住俾個名。嗱，我哋希望你識下啲文字啊。Structural formula 見唔見到啊？結構式啊，結構式係咩啊？唔係有顏色喎，係呢種叫結構式。Molecular formula 咧 ，molecular formula 即係分子式。分子式係咩啊？分子式就係寫呢啲啊，跟到啊嘛。好，請你完成第一題。好啦，第一題好快講啊。水 hydrogen 啊，有水 oxygen，OK， hydrogen oxygen，OK。請你完成以下嘅電子圖，就只要擺最出面嗰一層嘅電子，得唔得？用圓圈代表 hydrogen H 嗰個，用交叉代表 oxygen O 嗰個，就畫咯，畫翻，識畫啊嘛。O 係幾多啊 number？O 係8，O 係8。H 係1，7，你唔好望住我就講7，咁我好尷尬嘅。好啦，跟住呢一個咧就係一個係寫結構式，一個係寫分子式，得唔得？做1俾我，快手。講出嚟啊！係有，第一日翻工㗎。咁樣咯。你一定要咁樣嘅喎，你中間你唔可以有個圓圈嘅喎。我明啊，因為你圓圈 H 嘛代表，你點會有 H？ 我明，唔緊要，你要記住得㗎啦，知唔知啊？咁呢個就係答案。咁你要畫 structure 咁好簡單咯。唔係，
喂，係咁樣啊？一 pair 咋？我錯咩？咦唔係喎，我錯喎。嗱，1、2、3、4、5、6，咦唔係喎，啱喎，冇嘢，啱啊，就係咁樣咯。跟住呢個咪咁樣咯。呢個咧就難啲啦。呢個係咩咧？佢中文幾好奇怪，咪我唔知乜叫呢個咩啊？配位共價鏈，唉，都唔知咩中文配位共價鏈。咁咩叫配位共價鏈咧？就係話，當你分享嘅呢粒分享啊嘛，呢度咪分享噶，大家分享嘛。分享嘅全部係嚟自一邊嘅啫喎，入邊嗰啲電子唔係各自都俾嘅，明唔明？好似而家我哋做緊呢啲，咁我哋睇得明噶嘛？啊，呢度係 H 又俾一粒 ，O 又俾一粒，呢個咧呢邊 O 俾一粒俾佢，呢邊 O 會俾一粒俾佢。但係呢度唔係咯喎，你留意呢一個咧，當佢呢個要加佢嘅時候，佢哋共用嗰個都全部係N 俾嘅。咁你話點解全部都係 N 俾㗎？我哋留意咯喎 ，H 本身最出面有幾多粒啊？1粒。但係我哋而家整咗個加號啫，咩意思啊？嗰粒飛走咗啦，唔要嗰粒。咁即係 H 出邊有冇電子？冇。所以 H 直接攞 N 嘅2粒電子去分享，直接攞 N 嘅電子去分享，令到自己有2粒。N 咧照舊有翻佢嗰2粒，連埋頭先本身嘅加埋8粒，見唔見到個圖？見到呢個圖？呢個圖好關鍵啊！睇得明呢個圖明㗎啦。嗱，我再講多次，本身一個係咁樣嘅，合理啊 ？N 係本身係幾多啊？5啊嘛，因為佢本身係 N 係7啊嘛 ，N nitro 就係7，7即係25，25，所以你見佢交叉啦，1、2、3、4、5。H 本身係1，所以 H 個點你見到嘛？每粒都係1粒，係咪？咁本身人哋咁樣好地地嘅，咁但係而家點啊？我要夾硬加多個 H， 但係呢個 H 咧係加號嘅，即係咧最出邊嗰粒電子冇咗㗎啦，即係最出邊係0粒電子。佢0粒電子點同佢產生作用啊？佢攞晒人哋嗰2粒一齊共用，所以就黐埋落去 N 嗰2粒度啦，得唔得？咁你留意咯，呢個出邊呢個加號你都要畫埋嘅喎，應該唔難理解嘅。好啦，望一望，咁呢個表點畫啊？正啦，變成箭嘴，即係話 N 無私分享俾埋 H 箭嘴啦，俾埋佢，就係咁咋。好啦，我哋睇多個例子。O 本身係幾多啊 ？number 8，咁即係2、6，即係最出邊6粒啊嘛，8啊嘛佢2、6，1、2、3、4、5、6，6粒。H 咧 ，H 係1粒啦，呢個又1粒啦。好啦，跟住咧加一個係點咧 ？Cl 係咩嚟㗎？嚴同學 Cl 係幾多？17，17即係287，啱啊 ！Cl 17啊嘛。喂，你哋可唔可以背翻？我90幾年前嘅嘢都背好嘅。好啊 ，Cl 17即係287，
2、8、7。1、2、3、4、5、6、7。H 咧有1，分享1粒，佢有8，佢有1，睇得明啊嘛？各自完美嘅。而家點算？而家佢要咩啊？將個 H 撚過去。咁點樣 ？CL 攞埋人哋個粒走，變8粒。但係因為佢本身7粒攞多粒電子嘛，需要畫個符號俾佢，記得啦。佢攞多粒電子噶嘛，佢而家攞多1粒，加個符號俾佢。頭先 H 係飛走1粒，所以係加號。呢個攞多粒係符號。呢邊咧 H 掉咗過嚟之後 ，H 嗰1粒俾咗 CL 啦嘛，佢變咗 H 加，變咗1粒都冇，孤家寡人，直接過去攞 O 嘅呢度嘅2粒分享，所以佢攞過去啦。跟住要加翻個加號，因為 H 嗰刻變咗加，所以個符號變成咁樣。難啲啲，但係聽唔聽得明？我知你係印度人，你係點頭嘅。好，舉過嚟，做呢條。有冇人讀過啊？點讀啊？喂，係咪咁讀？係 BF4 負唔知乜啦，唔好理啦，乜都唔使理啦。好啦，佢係由乜嘢 BF3 混合一個 F 所組成嘅，混合一個 F 所組成嘅。好，請你形容喺呢個圖嘅幫助之下，點樣組成 BF4 負？用 BF3 同埋 F 負。好，我哋睇呢個圖咯。B 係幾多啊？波王係幾多啊 ？number 5啊，我記得。B 係5啊嘛。3係 Livia。5啊嘛，5即係2、3啊嘛，即係佢出邊3粒，得唔得？出邊3粒，跟住咧，佢要同3個 F 組成 ，F 係9啊嘛 ，F 係9即係27。咁啊，各自爭1粒，所以就組成咁樣啦。咁明顯佢唔夠噶嘛，而家我哋加多個 F 負 iron 啊嘛 ，F 負 iron 俾佢。跟住咧，呢2粒就要送俾佢啦，因為佢冇人同，佢冇1粒去同佢分享噶嘛。佢純粹攞人嗰2粒一齊分享啊嘛，所以呢個 F 畫埋一齊啦。個箭嘴係由 F 分享俾個 B， 畫呢個箭嘴方向就得㗎。同埋千祈唔好忘記要畫埋出邊個符號啊，知唔知？因為呢度已經有咗個，所以變出嚟都會有。好啦，呢題咧。易啲喎，佢唔使你畫圖，佢要你講出究竟佢哋之間呢堆幫邊一個係用咗呢個配位共價鏈，即係分享嘅，有箭嘴呢個嘅，有冇人答到？而家望一望，數一數啲數，睇下邊度係分享咗出嚟嘅，用呢個圖去表達就得㗎啦。
呢個好明顯嘅，呢、個應該知答案。答案係咩？M 比 B 冇錯啦，即係應該咧係你哋兩個跟唔跟到？知唔知點解咁樣？你唔知，個同學知唔知點解咁樣？M 比 B 啊，係啊，點解係 M 比 B 啊？Very good。嗱，留意啊，其實個圖應該係點畫會清晰啲咧？你要留意咁睇啊。我用 H， 我用 H， 我當係交叉，得唔得？唔係，你坐窗，我就係你坐中間。中文。係你當啲 H 嘛，係咪？明啊嘛？好啦 ，N 係幾多啊 ？number 嚇 ？N 係幾多？7啊嘛，即係佢最出面應該幾多粒啊？嚇？5粒，25啊嘛。我當 N 係用呢個表示好唔好？咁佢5粒點分享啊？1、2。你得啦。O 唔 OK？ 好啦，我用 B， 我當係三角形啊，好嘛 ？B 係幾多 number 啊？本身5，咁即係2、3啊嘛。好啦，出現啦，1、2、3係咪？好啦，即係你見唔見到呢一度？呢一度分享嘅全部係邊個攞出嚟㗎 ？N 攞出嚟㗎嘛？見唔到啊 ？B 係冇分享過㗎嘛？所以呢度咪就係頭先啱啱學嘅呢個鏈啦，明唔明？即係全部係 N 比 B 嘅 ，B 喺呢一個幫入邊係冇攞過任何電子出嚟嘅，明唔明？明啦嘛？所以你一定要你睇呢啲嘅時候，你就係要用呢個方式去諗究竟邊粒係邊個，你要數翻個 number， 數翻出嚟你就自然知邊個係冇分享，跟唔跟到？所以答案喺呢度。呢個係改名，點改名？咁呢個牽涉中英文嘅，我再另外教，唔緊要嘅。即係呢個。
計數。好啦，咩叫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啊？相對分子質量。相對分子質量就係將佢所有嘅粒子嘅質量加埋一齊就得。所以舉個例，好似呢一度 N2 N 嘅相對分子質量係幾多？係14。咁而家有 2 嘛，兩個嘛，就乘2咯。H2O 咧有兩個 H 係1乘2加 O 係16，就係咁樣計18，就係咁噶咋。咁你留意下呢啲，佢理應係會俾你嘅，見唔見到？呢啲佢理應係俾你嘅。留意下，記住呢個叫相對分子質量啦 ，relative molecular mass。呢個叫 formula mass。formula mass 係咩咧？係由 relative atomic mass 再去計嘅，亦都係啦。Cl 有兩個就乘2，就係咁嘅啫。留意啦，呢度講咗咯喎 ，formula mass 呢個關鍵啊 ，formula mass 適量係咩啊？係可以任何物質都用到嘅，但係頭先講相對分子質量咧，只可以用喺分子嘅啫。好啦，呢個例子啦，白痴啊！呢個要你計嘅 formula mass， 咁點計啊？哦 ，C2 12就乘2，有兩個 C 嘛 ，H 咧有4個啊嘛，所以1乘4。O 咧有兩個啊嘛，所以16乘2就係60啦，做得噶咯喎。SO4 呢一個咧，嗰啲二負唔使理嘅 ，S 就係32.1，照計。O 係16啊嘛，16乘4照加就得噶啦。呢一度記住括號 SO4 出邊有個3啊嘛，所以成個 S 32.1 O4 16乘4加埋成個乘3先，跟住再加 AL2。AL 27乘2加埋就得噶啦。O 唔 OK？ 留意呢一個叫做 molecules， 所以佢呢個我哋計嘅 formula mass 亦都可以叫 relative molecular mass。呢個講咗啦嘛 ，molecule 先可以有 molecular mass， 所以呢一個既係 formula mass 又係 molecular mass，relative molecular mass。呢個咧，呢個有呢啲係 iron 嚟嘅，所以佢唔可以叫 relative molecular mass。呢個咧亦都有 iron，所以亦都唔可以叫，就係咁啫。即係佢 MC 可能考慮呢個係咪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你得？快手計完呢度俾我得啦。請你計咗 ABC 先啦 ，D 唔使理住 ABC。呢度 ABC 啊，俾晒你㗎啦，啲數喺入邊。如果 ABC 都計晒，可以計埋 D 啊。
我俾埋 tips 你啦，記住喎，呢啲唔係乘，你知喎，加咯，即係隔離咁解啫嘛，唔係乘啊，加咁解，即係佢意思係兩組嘢擺埋一齊咁解，所以加得㗎啦。一定要寫到點零。唔係，我係中意點係乘，點解我講好多次，我唔會寫交叉，因為交叉一次 x 啊嘛，你計數有個閘啊，唔要寫個點啊嘛。邊個點嚟㗎？全部都係乘，嗰個咁咪嗱 ，C 都係攞3.5啊嘛，跟住加號啦 ，NO3 已經括號咯喎，所以我整個括號先。NO3 係咩啊？N 係14 ，O 係16，咁 O 係3倍啊嘛，所以16乘3，加晒 NO3 先，加晒之後乘2，因為嗰度2倍嘛，係咪啊？即係呢個咁樣加埋，呢度係一句嘢，得唔得？好啦，另外再加後邊 H2O 有3個，所以3乘入邊 H 有1，兩個1。再加16，啱唔啱啊？合理啊嘛，我咁寫合理啊。跟住咪佢阿 Sir 一定要寫點零。應該冇計錯吧？我都阿 Sir，一定要寫點。拜拜。阿 Sir，我WhatsApp你哋做咩？學得啦。你 WhatsApp 我咩啊？我唔知喎。唔係我啱啱reinstall 可能有啲 message。我哋唔理我嘅阿 Sir。乜嘢啊？我而家咧，係咪一定要寫點零啊？唔係啊，咁點解答案係都要寫點零？佢答案係乜都寫點零啊？咦係喎，咁應該要寫點零。要寫㗎？咁要啊，我錯，要寫點零。因為佢個答案，因為佢俾你嘅呢啲係19.0，佢有點零，所以答案一定有點零。啱，你啱。即係有少數點後要有一個位咯。